好，除了这家己受到霜冻以外，即马来看台南上届新的消息是，目前还有45000外户是失电无电通好用的。因若这农村的部分呢，台南满豆的文旦是敢若剩1成左右，规涂骹的文旦拢互风台甲扇倒去。车北透早这高雄的国军已经来到位到清理家园，即马上新的现场的情形，咱交互台记者李成武。 这回当咱小风台哦，扇大风变大雨，造成讲南台湾有真大的霜冻，像讲内底麻豆区的文旦哦，是将近9成，拢落甲规裤骹，本正是后个月就准备要采收啊。这回哦是规个吼，扇甲安尼密密麻麻，农民讲要靠是无目屎，因为讲霜冻甲真严重，将近有9成拢乌有去。农民讲啊，就算剩一寡吊伫咧树丛顶悬，好天会阁继续落，互因哦是要靠无目屎。这回这农民哦，吼是讲有史以来上较严重的一届，来听农民的上新讲。 哦，去有够钱啊！迄面安尼，去偌济出安尼。是啊，几点开始去？啊，5点我就出去了。损失到8成，所以使讲正以我以来毋捌遮严重过。啊，毋过今年就规害了去了去。几乎拢害去啊啦，因为你目前伫树仔顶悬的，无代表讲伊袂剥落来啊，因到咧伊好天伊会剥咧啊。 车北透早来对这高雄哦，调国军来遮支援来整理家园，因为讲人工甲车辆有限制的关系，最后今仔日先针对着安静甲安业等7个财政面积甲大区域来做清运，统一要送去清洁队的 MI 场。因为讲今仔日的清运毋是一天就当完成，公所嘛讲后续会去配合农会甲农民继续来倒处理。以上是记者李成武伫麻豆区的连续报道。